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咱生活中共款常常讲会到，这字就是早。这个早会当讲是明尾到顶晡这段时间，像咱讲透早、早起时、早起时啊。另外过去咱嘛会当讲早前、以早、较早。若真久以前，咱讲古早古早。若是时间还阁真灵，咱会当讲是时间还阁真早。这个早颠倒变的词，就是慢或者是晚。若一般真侪人读上音、读做早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，这就是古早，代表真久以前。第二个词早起，某人读做早起，这就是透早以后到中昼这段时间，嘛会当讲是上午、顶晡早起时。另外，早起还阁有早顿的意思，像讲早起顿你敢食？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，譬如讲。古早早市真闹热，真侪人真够早来遮采购，顺线食早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早，另外一个俗音读做早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